你知唔知嚟緊香港醫療界有一件好大嘅事？如果你平時有睇開中醫，或者屋企有老人家長期要調理身體，就一定要留意啦。大家講咗好多年嘅香港第一間中醫醫院，終於快要落成啟用啦。呢間位於將軍澳百勝角嘅中醫醫院，唔單止係香港醫療史上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更加係會直接影響到我哋每一位市民嘅銀包同健康。今次我就想同大家拆解下呢間中醫醫院到底有咩咁勁，點解未開張就已經成為熱門話題？仲有，原來有一類人士係可以免費睇資助服務㗎，甚至連全港18區嘅中醫門診資訊，我都會一次過幫大家整理好，等大家唔使周圍揾，一條片就睇晒所有重點。講到呢間香港中醫醫院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佢幾時開，喺邊度同埋收費點計。呢間醫院預計會喺2025年底開始分階段投入運程，地點就喺將軍澳百勝角，即係消防處總部附近。成間醫院規模好大，總共提供400張病床，仲有門診、日間護理同埋住院服務。最特別嘅係，佢唔係純粹得中醫，而係採用中西醫協作模式，即係話如果你入去住院，除咗有中醫師幫你把脈開藥、針灸之外，亦都會有西醫做支援，例如做檢查、驗血或者照肺。呢種模式對於治療一啲複雜嘅病，好似中風康復、癌症輔助治療，甚至係長期病患管理，效果係會更加顯著嘅。咁大家最想知嘅收費問題嚟啦。香港中醫醫院係由政府資助，香港浸會大學承辦營運嘅，所以佢嘅服務會分為資助服務同埋私營服務兩大類。如果你係合資格嘅香港居民，參加呢啲資助服務，門診費用係非常之親民嘅。根據現時公布嘅初步資料，資助門診嘅診金連兩劑藥，大約係120蚊左右。呢個價錢同而家18區中醫診所嘅收費係差唔多嘅。而如果你係屬於一類人士，即係正喺度領取綜援嘅人士，或者係持有一啲特定嘅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嘅基層市民，喺呢度睇資助服務係可以獲得豁免收費，即係可以免費睇。呢個政策對於基層家庭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喜訊，因為中醫藥對於調理身體同慢性病治療真係好有效。以前可能因為藥費貴而唔敢成日睇，而家有咗政府資助，基層市民嘅選擇就多咗好多。不過大家要留意返，所謂嘅免費或者資助價，係只限於政府指定嘅資助名額。如果你係想揀特定嘅名醫，或者想要一啲更加私人化、高級啲嘅服務，就要揀佢哋嘅私營服務啦。私營服務嘅收費會參考反市價，唔會有政府補貼，所以大家去之前記得要睇清楚自己揀緊邊種。除咗將軍澳呢間旗艦級嘅中醫醫院，其實香港政府一早已經喺全港18區布咗陣，就係大家成日聽到嘅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。好多人以為呢啲診所只係普通中醫鋪，其實唔係㗎，佢哋係由醫管局、非政府機構 NGO 同埋大學三方協作營運嘅。每區都有一間，目的就係要將中醫服務普及化。如果你覺得去將軍澳太遠，其實喺你屋企附近嘅18區中醫門診已經可以提供到好專業嘅服務。我哋逐個區嚟睇下呢啲門診嘅分佈。喺香港島方面，中西區有位於上環皇后大道中嘅門診，灣仔區就喺軒尼詩道，東區就喺柴灣，南區就喺香港仔。無論你住喺邊一邊，基本上坐程巴士或者地鐵就到。九龍區方面，油尖旺區嘅門診喺油麻地，深水埗區喺長沙灣，九龍城區喺何文田，黃大仙區喺慈雲山，觀塘區就喺牛頭角。而新界區嘅網絡仲更加大，荃灣、葵青、沙田、大埔、北區、屯門、元朗，甚至係離島區嘅東涌，都各有一間。呢18間診所而家已經運作得非常成熟，佢哋提供嘅資助服務，每位符合資格嘅香港居民每年可以有10次嘅資助名額，每次收費都係120蚊，包咗診金同基本嘅中藥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咁到底去中醫醫院睇好，定係去18區門診睇好呢？其實功能係有啲唔同嘅。如果你只係普通感冒、嗨或者想調理下身體，做下簡單嘅針灸推拿，去18區門診就已經好夠用，而且就更方便。但如果你係患有一啲比較複雜嘅病，例如係需要住院照顧嘅中風康復療程，或者係需要中西醫一齊會診嘅癌症術後調理，咁將軍澳嘅中醫醫院就會係一個更專業、設備更齊全嘅選擇。醫院入面會有專門嘅影像診斷設備，例如電腦掃描、磁力共振等等，呢啲係一般普通門診未必有嘅。而且香港中醫醫院仲肩負住一個好重要嘅任務，就係人才培訓同科研。以前香港嘅中醫師如果想實習，好多時要返內地嘅中醫院。
而家香港自己有咗醫院，本地嘅中醫學生就可以喺本土環境學習，接觸更多香港人常見嘅都市病例，咁樣教出嚟嘅醫師會更加了解香港人嘅生活習慣，例如香港人中意飲凍嘢、工作壓力大、經常熬夜等等，開出嚟嘅藥方都會更加貼地。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tips， 就係預約方面。而家好多中醫門診都已經可以透過18區中醫流動應用程式嚟預約，唔使好似以前咁要打電話打到手軟。等到中醫醫院正式啟用之後，相信亦會有一套好完善嘅電子預約系統。大家如果想睇中醫，記得要先做預約，因為資助名額係有限嘅，特別係一啲比較受歡迎嘅醫師，真係要提早少少安排。對於一啲60歲、70歲甚至年紀更高嘅長輩嚟講，中醫醫院嘅出現直情係一種心理安慰。好多老人家對西醫嘅手術或者強烈嘅西藥會有少少抗拒，佢哋更相信中醫治本嘅理念。以前要揾一間有規模、有政府監管嘅中醫住院服務真係好難，一係就返大陸，一係就住西醫醫院但私下偷偷地食中藥。而家名正言順有中西醫協作，家屬都放心好多。大家可能會有個誤解，覺得中醫醫院係咪只係俾老人家去？其實絕對唔係。而家好多後生仔女，30幾歲、40幾歲嘅上班族都開始重視中醫養生，例如治療濕疹、不育不孕、脊椎痛症，甚至係情緒問題，中醫都有好獨到嘅見解。將軍澳中醫醫院亦都會設有唔同嘅專科門診，例如內科、外科、婦科、兒科、骨傷科、針灸科等等。無論你係咩年紀，只要有需要，呢度都會提供到適合你嘅醫療方案。講返18區中醫門診嘅資助服務，其實係有一個特定嘅三方協作背景。政府每年都撥咗好多資源落去，目的係要推動中醫發展。除咗剛才提到嘅120蚊資助服務之外，其實如果你唔想排資助位，佢哋亦都有提供非資助嘅私營服務，雖然價錢貴少少，但勝在可以更快睇到醫生，或者可以指定醫師。大家喺揀服務嘅時候，可以根據自己嘅經濟能力同埋病情嘅緩急輕重嚟決定。另外，大家都要留意返，雖然話有一類人士可以免費，但都要符合相關嘅入息同資產審查，通常係針對緊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嘅家庭。如果你係持有長者醫療券嘅人士，雖然唔係免費，但你可以用醫療券嚟支付嗰120蚊嘅費用，變相亦都係唔使自己攞現金出嚟。對於好多65歲以上嘅老友記嚟講，善用醫療券嚟睇中醫係一個非常明智嘅理財同健康管理方法。將軍澳中醫醫院嘅地理位置雖然喺新界東，但政府已經規劃咗好完善嘅交通配套，遲啲會有接駁巴士或者加密嘅小巴線來往將軍澳地鐵站、坑口站或者吊景嶺站。對於住喺港島或者九龍嘅朋友嚟講，其實過海都好快。醫院周邊嘅環境都比較寧靜，空氣都幾好，對於病人康復嚟講係一個加分位。其實香港呢間中醫醫院仲有一個好大嘅特點，就係佢嘅院內製藥。中醫最講究藥材嘅品質，醫院會設有專門嘅中藥房同埋製劑室，確保藥材係最上乘、最地道嘅，甚至可以根據病人嘅需要，即場熬製合適嘅藥液或者藥膏。呢種一站式嘅服務，比起你自己去藥材鋪找藥，返屋企自己煎，唔單止方便好多，藥效亦都會更有保障。隨住2025年底嘅臨近，大家真係要開始留意相關嘅報名同預約資訊。如果你本身係18區中醫門診嘅老客戶，記得問下你嘅醫師，將來轉介去中醫醫院嘅程序係點樣？因為好多長期病例可能需要醫院入面更高級嘅設備嚟做詳細檢查。總括嚟講，香港中醫醫院唔單止係多咗一間醫院咁簡單，佢代表住香港醫療系統嘅一次重大革新。由資助服務嘅普及化，到基層人士嘅免費醫療保障，再到18區門診嘅全面覆蓋，政府呢套組合拳係想真正做到中醫落地。大家以後睇病唔再係得西醫一個選項，亦都唔使擔心睇中醫會好貴或者冇保障。最後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健康係要預防勝於治療。中醫嘅核心價值係治未病，即係喺你未病發之前就已經幫你調理好身體。無論你而家係20歲、40歲定係60歲，了解多啲呢啲醫療資訊，對你同你屋企人都有好處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未聽過呢間中醫醫院，或者唔知18區門診嘅福利，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。大家如果對呢間新醫院嘅服務、收費或者特定疾病嘅中醫治療有咩想知，其實可以多啲留意醫管局同埋相關營運機構嘅官方公佈。
而家資訊發達，大家攞到一手消息，就可以喺醫院開張嘅時候，第一時間享用到呢啲優質嘅醫療資源。香港嘅醫療發展真係一步一腳印，由以前嘅街坊中醫鋪發展到而家有埋國際級規模嘅中醫醫院，呢份進步係值得我哋去期待嘅。喺呢個咁繁忙嘅社會，大家都要記得保重身體。中醫教我哋要順應四時，勞日結合。有咗呢間中醫醫院同埋遍佈18區嘅門診網，我哋追求健康嘅路就更加平坦啦。無論你係想透過中醫改善睡眠、增強免疫力，定係治療奇難雜症，而家嘅醫療體系都已經為你準備好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善用呢啲資源，健康快樂咁生活。講咗咁多，唔知你有冇諗過，如果呢間中醫醫院開咗，你最想解決嘅身體問題係咩呢？係想改善長期嘅腰酸背痛，定係想揾專家調理下腸胃？其實提早規劃健康同提早規劃財富一樣咁重要。希望今日分享嘅呢啲關於香港中醫醫院資助政策以及18區門診嘅詳細資訊，可以幫到大家喺未來嘅日子入面做一個更聰明、更健康嘅醫療選擇。不如我哋一齊期待2025年底呢間充滿特色嘅中醫醫院正式揭幕，為香港嘅醫療歷史寫下新嘅篇章。到時如果你想知點樣第一時間預約，或者想睇下醫院入面嘅環境係點，記得繼續留意最新嘅消息，我亦都會盡力為大家帶嚟第一手嘅資訊。